你有冇發現點解有啲人明明唔係特別勤醒，但偏偏發到圍行得遠，而有啲人日日懶醒，最後反而輸到仆街？我識過一位閱人無數、活咗成80幾年嘅前輩，佢話你聽，呢個世界最擁擠嘅行為就係晒命，而一個人最強嘅能力，從來都唔係點樣說服人，而係點樣忍得住口。你細心諗，人越缺乏乜嘢，就越鍾意晒乜嘢。你見過幾多真正有錢有勢嘅人，日日喺社交平台度晒名、晒名車、晒邊個大老闆同佢食飯？真正有實力嘅人，通常都唔使咁做，因為佢哋嘅底氣唔需要靠外界嘅眼光嚟證明，反而越係心入面唔夠實淨、唔夠篤定嘅人，先至越需要不斷咁向人展示自己有幾勁，因為佢哋內心深處其實係唔夠自信嘅。呢個係人性入面一個好殘酷嘅真相。你晒得越多，就代表你缺得越多。香港呢個地方講求嘅係實力，唔係摧毀。你以為晒命係光彩嗎？其實佢招嚟嘅係知道係是非，甚至係你估唔到嘅災禍。你今日喺人哋面前晒咗一鑊，聽日就有人開始眼紅你，暗中同你計較，甚至喺你背後散播是非，等緊機會拉你落馬。你贏咗一時嘅面子，輸咗嘅係你日後嘅安穩。呢筆賬好多人到失敗嗰陣先至醒起，但已經太遲。而喺呢個晒字之外，仲有一樣嘢更加致命，就係話多言多必失。呢4個字講咗幾千年，到而家依然係千古真理。你講得越多，露出嘅底牌就越多，錯處都跟住越多。你有冇留意會議室入面通常邊個講嘢最多、意見最密，往往就係最容易俾人捉住把柄嘅嗰個。反而識得審密、識得等時機先出聲嘅人，一開口就特別有分量，因為佢哋唔會亂咁講嘢，每句話都經過思考先至講得出。你成日將自己嘅底牌隨口攤出嚟俾人睇，即係將刀柄親手交俾對手。佢想幾時插你一刀都得，你自己冇任何反抗嘅餘地。人生走到某個歲數，睇過嘅嘢多咗，你就會發現太多口水多過茶嘅人，最後個個都收場冷涼。因為呢個世界從來都唔係靠把口贏翻嚟嘅，而係靠實力同沉澱。真正嘅貴氣唔係喺你身上着緊乜嘢名牌，而係藏喺你骨子裏嗰種內省。你有料，但你唔急住俾人知；你識，但你唔急住話俾人聽。呢種修養先至係真正嘅高級。如果你覺得呢番話講中咗你身邊某啲人，或者你都想學識點樣喺呢個喧鬧嘅社會生存得更優雅，一定要撳掣訂閱我哋頻道，因為下面要講嘅最強境界先至係真正決定你下半世係咪大贏家嘅關鍵。講到審密呢樣嘢，好多人以為審密就係木仙唔識講嘢，但其實真正嘅審密係一種氣場。呢種審密係知而唔說破，係你心知肚明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但你偏偏選擇唔講出嚟。呢個唔係唔識講，而係一種對局勢嘅掌控。你越急住將所有嘢講晒出嚟，你手上嘅籌碼就越少。你識得留翻幾分喺自己度，你先至有得同人周旋。成年人嘅世界其實唔需要事事爭辯。你有冇試過同一啲三觀完全唔同嘅人，硬係要拗到贏為止？結果拗完之後，大家嘅關係都傷埋，而你都冇真正說服到對方。三觀唔同嘅人，你多講一句都係嘥氣。你嘅精力應該留翻嚟做真正值得你做嘅事，而唔係浪費喺一場永遠都拗唔完嘅爭論入面。識得幾時停口，先至係真正嘅智慧。而人生入面最強嘅能力，其實係忍耐。忍呢個字，頭上一把刀，你有冇認真諗過呢個字係點樣寫出嚟嘅？好多人誤會，
忍耐就等於受氣，等於懦弱，但其實忍耐係審時度勢，係你清楚知道而家呢個時機唔啱，於是你選擇處理，等到時機真正成熟嗰陣先出手。呢個唔係懦弱，而係一種厚積薄發嘅智慧。香港人成日講嘅捱得住的，背後其實就係呢種對寂寞、對不公、對誘惑嘅忍耐力。你捱得住寂寞，先至有時間同空間去沉澱自己；你捱得住不公，先至唔會意氣用事，做出令自己後悔嘅決定；你捱得住誘惑，先至唔會為咗一時嘅貪念，斷送咗自己長遠嘅前程。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遇到小人，遇到低谷，你係急於解釋，急於同人練個清楚，定係靜靜地處理，等時機翻身？呢個選擇往往就係決定你最後贏定輸嘅分水嶺。你細心觀察下，贏到最後嘅人，通常都係最忍得嘅嗰個。佢哋唔係唔知自己受咗委屈，佢哋只係識得將呢份委屈轉化做前進嘅力量，而唔係喺一時嘅情緒入面將自己嘅前途抱埋落去。你身邊有冇嗰種平時唔出聲，但一出手就嚇死人嘅高手？或者你試過邊次因為審密而避過一劫？歡迎喺下面留言區一齊開片討論，我會揀最有智慧嘅留言親自回覆。講到人一世最好嘅修養，其實係穩重、學歷、財富，呢啲通通都只係包裝，唯有穩重先至係真正刻喺骨子裏嘅修行。你有冇留意，一個真正穩陣嘅人，佢嘅根基通常都特別厚實，因為佢哋做每一個決定之前都經過深思熟慮，而唔係一時衝動。遇事不慌，臨危不亂，呢種氣度係一種幾咁難得嘅高級美感。你喺佢面前會有一種安心嘅感覺，因為你知道無論發生咩事，佢都唔會亂晒陣腳。而最糟糕嘅毛病就係衝動，衝動係魔鬼。呢句話你聽過好多次，但你有幾深刻咁理解過1秒鐘嘅情緒可以毀掉你半世嘅積累？你辛辛苦苦捱咗幾十年建立翻嚟嘅人脈口碑成就，可能就因為你一時控制唔住把口，控制唔住個火遮眼嘅衝動，一鋪清袋全部化為烏有。成年人一定要學識戒咗情緒呢3個字，點樣喺火遮眼嘅時候透過審密同穩重守住自己嘅福氣。呢個唔係天生就識嘅，而係要一次又一次咁去修煉。你嬲嗰陣試下深呼吸，唔好即刻開口。你想爆發嗰陣試下行開幾步，等個心靜翻落嚟先講嘢。呢種對自己情緒嘅掌控先至係一個人最頂級嘅能力，比起你識幾多嘢、賺幾多錢更加難得。總結翻呢6句話：戒晒命、戒多口、學審密、學忍耐、求穩、重避衝動。呢6種心性睇落好似好簡單，其實已經藏住咗人生全部嘅智慧。你唔需要學識幾多高深嘅道理，你只需要日日提醒自己，管住把口，穩住個心。你嘅人生已經贏咗一大截修行。呢樣嘢唔係要做俾人睇嘅，你唔需要周圍同人講你今日忍咗幾多次，你今日戒咗幾多口，呢啲嘢你自己知就夠。修行係要對得住自己嘅生命，係你一個人靜靜地喺每一次想嘥命、想多講一句、想衝動反應嘅時候，選擇咗停低嚟。當你學識咗管住自己張嘴，穩住自己嘅心，你嘅運勢、福氣自然會步步生花。呢個唔係玄學，而係一個好簡單嘅道理。一個唔識管理自己情緒同言行嘅人，機會嚟到佢面前，佢都可能因為一時衝動而錯過。反而一個沉得住氣、識得等、識得忍嘅人，機會嚟嗰陣，佢先至有能力捉得住人生。一場修行，最後拼嘅唔係智商，係心性。你嘅 IQ 幾高都好，如果你把口守唔住，個心定唔落嚟，你一樣行極都係輸。
反而你識得審密，識得忍耐，識得穩重，你嘅人生先至真正有機會一步步咁行到你想去嘅地方。如果你想每日都接收到呢種通透嘅人生智慧，幫你喺生活同事業度慢慢改善命運，記得轉發呢條片俾你最緊張嘅人，福氣係聚埋一齊嘅。我哋下條片見。